手指上山落山練習，亦都叫做五指呼吸法，係一種以手指引導呼吸嘅放鬆練習。跟住落嚟，家長同小朋友坐埋一齊，喺成個練習嘅過程入邊，我哋嘗試呼吸跟隨住我哋嘅手指移動，成個身體跟隨呢個呼吸嘅節奏。大家準備好，我哋就開始啦。首先，請家長張開你嘅左手掌，我哋想象呢5隻手指就好似一座大山咁樣。小朋友用你嘅食指擺喺呢座拇指山嘅山腳，食指就好似一隻小螞蟻咁樣沿住手指移動，大家一齊感受一下指尖嘅觸感。我哋準備上山，用鼻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落山嘴巴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上山鼻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落山嘴巴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上山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落山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上山1、2、3、4，落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上山1、2、3、4，落山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大家可以左手同右手交換咁樣進行，重複呢個練習3次，一隻手做5下嘅呼吸，以手指引導呼吸，令到我哋可以放鬆成個身體。